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一次哦，哈利路亚。我们为什么要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就是赞美，亚就是亚威，赞美主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我们用我们的心来赞美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也是创造我们生命、赐予我们一切大自然所需的这一位神。配不配得我们赞美他？阿们，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复活的主日，礼拜天主日，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来赞美、荣耀他。阿们，阿们。神赐给我们嘴巴，给我们声音，为的是什么？赞美，不是吃东西啊。神赐给我们嘴巴是为了要讲话赞美神，神赐给我们手跟脚为的是要做什么？跳舞赞美神。是，所以舞蹈，所有世界舞蹈的起初都是为了要赞美神的啊，不是要做其他的事情，是更重要的就是要赞美神。所以我们的口要赞美神，我们的手脚要赞美神。阿们吗？阿们。我们将我们的手举起来，我们先欢迎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你的心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吗？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邀请圣灵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哈利路亚！30秒的时间，你跟圣灵有一个交流、祷告的时间。哈利路亚！更多的渴慕，唯有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内里，你可以把一切的杂念完全的都抛开。圣灵的运行就带来你的洁净，你就成为一个渴慕的心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我们今天全心全意的敬拜里面，神要借着各样的方式，借着你的敬拜，借着你的舞蹈，借着你的思想，神都要医治你，要带下兴盛跟福气在你的当中。这是神所应许的，因为神从不误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用主祷文开始我们的祷告。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我们的出生，我们的受创造，为的就是要来赞美神。大家同意吗？阿们，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我的出生就是为了赞美神、敬拜神。我们一起来宣告：我的出生就是为了赞美神、敬拜神。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赐我们健康、喜乐还有能力的神。阿们。让我们在一整周的开始，就让我们用肢体舞蹈敬拜来作为一个礼拜的开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请你跟你左右两边的弟兄姐妹，你跟他说，跟你一起敬拜超喜乐，跟你一起敬拜超喜乐，哈利路亚。我们的神不只是让我们喜乐的上帝，他更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跟依靠。我们宣告，当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不用怕。在今天早晨，邀请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就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对上帝的祷告。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邀请大家，我们请举手来敬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主是我的力量，我们举手来赞美你他。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感谢主，让我们在这地上有父亲有母亲来生育养育我们。弟兄姐妹，下个礼拜是伟大的母亲节，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来 RPG， 我们要来为所有的妈妈来祷告，不管是你的妻子、你自己的母亲、你的家人，她成为母亲的姐妹，我们都来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求神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阿们。阿门，给他们有喜乐的灵，阿们。阿门，因为有喜乐的灵，必然能够带给家里面有一个喜乐的氛围。所以，我们除了想念我们的母亲，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天天都要为母亲守望祷告，阿们吗？阿门，这个时刻，我们来两人，我们来 RPG 的祷告，为姐妹、为家人，成为母亲的姐妹们，为他们祝福的宣告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没有一个人是孤单的，我们都要有伴来祷告，哈利路亚。你的祷告就带来了分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为你的太太祝福，哈利路亚。
祝福都要在我们祷告当中，圣灵你亲自安营在我们里面。主啊，你要祝福、引导，并且医治所有的姐妹。主啊，让他们在成为母亲的当中，每一个都得着神来的智慧。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天不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已经祷告完的，我们举手唱诗歌来守望。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天不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从造天地的上帝而来。我们的母亲的喜乐从哪里来？从上帝而来。我们在继续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带着宣告，诗歌里面的一切，因着我们唱出来，要把那灵力加在你的身上，也加在你的家人，加在你的组员，加在你的母亲的身上。阿门吗？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从头来，哈利路亚，我的诗歌，赞美他。我的拯救，是的，赞美他。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看一下旁边的人，跟他说，主就是我的力量。看着他，带着他来宣告，哈利路亚。天不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弟兄来，弟兄，弟兄，坚固磐石，我心靠弟兄来，再像军人一样有力量。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我们的在姐妹啊，来，姐妹，主是我的力量。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天不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我们一同举起我们的手，谁是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宣量，告，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更肯定的说，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你永不失望，因为神的盼望在你的身上。你永不失望，因为神的盼望在你身上。阿妹吗？阿门。阿妹吗？我们相信神的盼望吗？阿哈利路亚们。我们用3次的哈利路亚来呼喊，肯定的说：是的主，你的盼望在我的里面。3次的哈利路亚，1、2、3。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这就是有力量的军队。跟旁边的人说，请坐。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诗篇34篇1到14节，诗篇34篇1到14节，我们一起来攻读。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常常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圣经攻读到此，接下来我们请本堂主任牧师周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的讲题是幸福之道，幸福之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哈。我需要找一个遥控器后面的电视。OK。你们现在要有那个感觉，就是有凉风吹来，哈，有凉风吹来。然后心是平静安稳的，阿们。啊，这个心态的转换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要的内容。那从外围的这样的一个领受感受，我们先来试看看，好 ，OK， 好，感谢主哈。好，那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100倍，喜乐满意，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阿们。感谢主，看到弟兄姐妹看着牧师的时候，那一种的笑容，那一种的从神话语里面的一份的那一种期待，我相信今天我们必从神的话语得着帮助，阿们。感谢主，牧师今天透过诗篇34篇，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走在幸福之道，阿们。感谢主哈。那5月已经到了，5月就是我们永光教会定的家庭月哈。那家庭月主要的意思就是要激发我们，让我们更能够表达爱与感谢，这是一个爱与感谢的季节。特别在家庭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展现基督的爱，所以我们要从哪里开始？从神创造的最基础的家庭开始。所以我们要重视家庭的关系，家庭的价值，让我们明白我们一切基础都是从家开始。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离开这个社会，更没有一个人能够跟家没有关系。如果你只是你有朋友没有家的话，那我说你的生命是不能被满足的，是无法满足的，也
没有办法分享你所有的、你的领受、你的爱，一切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5月份我们一直会跟大家来提到家跟关系的这些的议题。愿神激发我们永光教会。每到5月的时候，5月第2礼拜是什么？是母亲节，对不对？所以下个礼拜是母亲节求神给我们也透过这节庆，让我们更看见家的价值，让我们在家里面好好的耕耘，不是用物质，是用时间来陪伴，那才是最有意义可以展现出家的温暖的牧师后来发现韩国很特别他们的国家就把5月定为家庭月那他们是根据这个儒家精神跟文化的影响，让他们的国家非常的注重人民非常注重孝道跟家庭所以5月你知道他们有很多的节庆都跟家庭有关系5月5日是儿童节，我们是几日儿童节？4月4日。那5月8日是父母节，我们有父母节吗？我们有父亲节跟母亲节，对不对？是分开庆祝，对不对？我们比较着重哪一个节庆？母亲节。因为你们是女王我们是仆人但是韩国他们在5月15日也庆祝教师节。那很特别的，有一个节庆是我们没有的，是5月21号，他们是夫妻节。我们有在过夫妻节吗？没有也许我们要去问一下韩国人，他们夫妻节是怎么样的过的哇，这很特别5月21号也刚好是我们永光教会创立的日子哇，这很特别所以韩国这样的这些的节庆都集合在5月当中，就是要提醒所有的他们的国人要注重家庭，要看重家庭的价值，要建立家庭美好的关系。不管是夫妻亲子都需要在5月的时候好好的来思考，帮助家能够更过一个温暖的家。如果以基督教的信仰来看，这是很值得我们肯定的一切事情，对不对？我们知道，不管你的一生的过程，每一个阶段的过程里面，你都会努力想要过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不是吗？那幸福快乐的定义也许没有人不太一样，但是努力这个方向却是大家共有的目标。那求神给我们有这样能够再多的一次的来思考，怎样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要享受真正的幸福，就用基督教信仰来看，我们应该具备哪一些的条件？牧师今天就透过诗篇34篇，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愿神帮助我们，你要相信，你要宣告，我是幸福的基督徒，阿们。你跟隔壁说，我是幸福的基督徒。对，蛮有信心的宣告，对不对？我是幸福的基督徒感谢主。从今天的诗篇34篇，牧师提出3个要点，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一个，你要成为幸福的基督徒，你要成为幸福的人。第一个，你要天天开口赞美神这是很基本的很特别。诗篇34篇，如果我们看经文的话，圣经的话，他会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就写的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首诗歌很特别那为什么大卫需要装疯呢？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为了逃避扫罗王的追杀，情不得已，他只好跑到他们的国家的仇敌、民族的仇敌非利士人的城市里面，在加特的城市里面，他想说去那里没有人认识我，对不对？所以他就跑到那里躲避，因为
扫罗的军队不可能去到敌对的这个城市里面去搜寻他嘛。他觉得这是一个安稳的，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竟然非利士人认识他，就说：“这个不是以色列人在喊的那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什么万万的那个大卫吗？他怎么今天跑来这里？哇！大卫觉得有人认识他，他就这样流口水，张疯了哈！哇！有人就想，这个一定是大卫，赶快把他抓去去他王的面前亚基王的面前说：王啊，这个是我们的头号仇敌，是大卫呢。他是大卫，你抓一个小的来跟他讲，他是国王，对不对？哇！结果呢，大卫就被赶出去宫殿了。他赶出去以后，他赞美神，他做了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诗篇哦。我也告诉各位，我在最痛苦的时候、最痛的时候，我也写了一首歌。原来最痛的时候还可以写诗歌，现在还没有谱曲而已期待以后可以把这首诗歌分享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所以大卫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诗歌赞美神，因为他清楚他能够逃避扫罗王的追杀，他能够在亚基王的面前不受他的威胁是因为这位神保守他，是因为他不是靠着他的才智、他的谋略，他多厉害，不是的，他完全的了解，真是这一位他所依靠的神全然的保守他到如今，所以他作诗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感谢主大卫是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他的困境，也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他所信奉的耶和华上帝。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幸福之道的首要条件。以神为中心，我们要天天开口赞美他。阿们。你习惯在自己做事情的时候，或者开车，或者是走路的时候，或者在家里做一些家务事的时候，不由自主的会唱歌赞美神的，举手一下来。哇，感谢主好，放下来或者是说再加上你没有唱，但是你习惯听诗歌的，一起举手好了，好不好？一定会更多了。哇，我就是喜欢这个数目，感谢主大概90%以上的人，我们喜乐的享受在诗歌里面，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最棒的一个礼物所以如果你时时来称颂神的话，赞美他的话，必在你的口中，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最棒的一个祝福那我也要问各位，让我们反省一下，你我的口中充满的是什么东西？对神我们会赞美，但是对人呢，我们尝试用怎么样的话语充满在你我的口中？这是你我可以一起来学习的。我们比较多会是有批评论断或者讲八卦啦。不是说八卦不能说，是你八卦讲到哪里去，对不对？如果你因为讲这一些，然后跟着弟兄姐妹，最后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带到十字架面前的话，那是一个关怀，也是一个支持，并且是一个祝福。那如果你只停止成为真的是八卦的话，那应该这不是基督徒相聚的一个目的咯。那如果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口中更多的是充满的感恩的，是积极的，是有建设性的话语，这是非常棒的。潘牧师在这里，他礼拜五我们分享以后，因为我牧师这个时候还是一天要有很多的时间，还是要躺着休息，对不对？他看着我的躺着休息在那里，他也不由自主的也来躺一下这样子
我们就聊起来了。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哎，我们从你的这个过程经历，我们应该更多彼此的赞美。”我说：“阿们，阿们，阿们。”不是说我以前没有赞美他哦，嘿，我是说谢谢他的提醒，我们彼此更多的赞美，因为赞美所带来的是建设性的话语，是能够让整个家庭的环境的氛围是活起来的，是充满神的恩典的，是阳光的，是充满喜乐的，那好不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好好思考，你在家你所讲的话语，对夫妻两个人的对话，跟孩子的对话，跟父母的对话，你怎么样去营造一个属基督化的家庭？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是不是用基督的话为中心来思考，用基督的想法来看待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成员的话，你就知道你怎么样用建设性的话语做宣告，那神为我们家所预备的必要来到，阿们，并且已经在门口了，只要我们愿意开门，这一切的恩典福分必然进来，因为这是神为我的家所预备的，阿们。这是你我可以做的哦。所以我们赞美就是怎么样？是宣告魔鬼失败的号角。哇，那好不好？好，你赞美人、赞美神都是一样的，是宣告魔鬼没有在我们当中，不可能在我们当中破坏我们的关系。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赞美是宣告魔鬼失败的号角。阿们。这是你我成为基督徒，神给我们的，要往幸福之道而行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了解的，第二个我们要天天寻求神的心意，这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考的一件事情哦。某个广播电台它的节目的 slogan， 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拥有一颗单纯的心，对生活在都市的人是一种奢求。你们要有像一点广播人员的那种感觉，好不好？我们再说一次哦，要有一点感情投入，好不好？不是在念书哦，是把它成为一个感情的祝福。来，预备，来，拥有一颗单纯的心，对生活在都市的人是一种奢求。你认同这一句话吗？他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拥有一颗单纯的心。生活在都市的人容易吗？不容易哦，不容易哦。那我们就好好的来思考，其实单纯的心，没事，这跟单纯的心没有关系的。对，单纯的心是人类生命的本质哦，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追求的。我们拥有一颗单单仰望神的心，单单的仰望神，不是用自己的眼光来评论这一切周围的事情，来说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样。不，我们用更单纯的心来看待的时候，我相信会帮助我们能够按着圣灵给我们的启示，能够参透万事。阿们。这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来运用这一切哦。所以你不要，我们有一位将军以前跟我说他太太很单纯社会的一些事情他好像都不懂那他跟我讲第3次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要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给你的太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心，如果它是非常复杂的话，那你就难过了，对不对？对不对？那为什么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心？因为她用信仰来看待她的丈夫，她用信仰来营造她的家庭，她用信仰在教会来服侍神，那好不好？就是一个单单仰望神的人才会显出来的。哇，这是一种奢求呢。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这样一个单纯心的人。阿们。你跟隔壁说，因为你很单纯，所以我很欣赏你。来，
对，如果它很复杂的话，你就要对付它喽，你不是欣赏它喽。阿们，愿神帮助我们哈啊！诗人大卫就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并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非常的清楚了解。所以在箴言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阿们。而这个心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心所代表的可以说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力、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动机，也是我们一切思想、行为、言语的根源呢。所以我们常会说，相由心生，对不对？你心想什么样，你脸部就会表达出来，而你脸部表达出来，是表示你的眼光就会往这个方向而行，那你所有的焦点就会放在这里。如果一个人，我遇过这种人，一个人他的生活只在乎的就是钱，眼睛就是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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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 有没有？那你知道他讲话的内容90%都是跟这个有关系。哇，今天股票怎么样啊？哪一只好啊？基金怎么样啊？不是喝的基金哦，是钱的基金啊。哇，以前我基金都听不懂，怎么基金？我不常喝基金啊，很贵啊。原来那是一种投资的一个方式。但如此的话，你就知道他的生活的一切都投注在这里。那你就会看见他的情绪，绿的时候就绿，红的时候就红，有没有？就是这样，不是，他是被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是被怎么样？被影响的，不是影响别人的，他是被什么影响？被物质所影响的。求神给我们能够好好的思考，这可以影响我们一生的是我们的心。所以智慧的人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啊！好，这是我们所要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箴言3章5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章5到6节。是的，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神有给我们聪明智慧，但是聪明智慧是叫我们怎么样寻求更认识这位耶和华上帝，更明白他的心意的话，那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都将会有意义跟价值，因为我们都投注在他，专心仰赖他。阿们。这是你我在信仰上我们需要的，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相信，这是牧师非常清楚的。我们的心态若转变，困境就会转化。你宣告吗？如果你现在还有困境，用了很多时间，到如今还没有看到一个解决的方案，好像还在无里路里面，还雾茫茫，看不出未来。但是只要你相信神，你心境转变，单单的专注于他，我相信你的困境会有转换，而且会快快的来到。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心态若转变，困境就转化。阿们，阿们。这是我们确信的一件事情哈。有一首古老的诗歌，所谓古老诗歌大概都100年以上的了哈。这个如果是你是长老教会的底子的，你大概就会知道这首诗歌哈。台语叫做对主的人有幸福，我们一起来说，来，对主的人有幸福。哇，这首诗歌哈，我们要请潘牧师帮我伴奏一下哈。这有华语的哦哈，我们要来唱华语的。也许有唱过这首诗歌的举手一下，来看看哇，有华语的哦。来，我们要来唱华语的哈。
啊，会唱的大声一点了哈，啊，不会唱的要好好学哦，因为等一下要你唱了哦。好，来。跟随耶稣有喜乐，路在旅途唱新歌，时刻赞美我救主，心中平安满足，何等快乐！当我跟随耶稣，他是喜乐无可比，满心雀跃大欢喜。跟随救主永不离，何等快乐！与主相聚永喜乐。哎，这首是个幸福喜乐的诗歌，对不对？哎，想学吗？哇，很棒的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学哦。啊，这是一首很漂亮的诗歌。好，我们再唱一次哦。我要指挥了，来。跟随耶稣有喜乐，路在旅途唱新歌，时刻赞美我救主，满心平安满足，何等快乐！当我跟随耶稣，他赐喜乐无可比，满心雀跃大欢喜，跟随救主永不离，何等快乐！与主相聚永喜乐，何等快乐！当我跟随耶稣，他是喜乐无可比，满心雀跃大欢喜，跟随救主永不离，何等快乐！与主相聚永喜乐。哇，超厉害的！你们有发现吗？潘牧师神给他的恩赐很特别，对不对？他可以把一首很平凡的圣诗透过他的手的跳跃，好像羚羊般的跳跃，那个诗歌就活起来了，对不对？这是很棒的哈。我们在中会过去他还没当干部以前呢，中会都很喜欢请他在敬拜的时候、礼拜的时候弹琴。因为很多的牧师都很喜欢他弹琴，觉得唱起来就是很活泼的、很喜乐的。我说，这是神给潘牧师的 DNA， 这 DNA 也感染了我们的全家，对不对？也把这 DNA 分赐给我们的孩子。所以感谢主啊，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也许你唱诗歌的时候，就要用这种心境来唱，即便流着眼泪也可以唱，对不对？对。这是基督徒我们可以相信的，所以只要我们相信你是活在基督里的，就是活在幸福里。阿们。我们宣告来，活在基督里就是活在幸福里。阿们。对，我们每次祷告就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好，每次我们都宣告我靠耶稣基督的名必然得医治，必然得拯救，必然得安慰啊。那如此的话，你已经宣告了，不要再被恶者拉回去，在惆怅，在好像没有盼望，在阴霾当中。不，你既然宣告，你就相信我活在基督里，基督里一切的福分为我所预备的，让我活在他的幸福里面。阿们。这是基督徒你我所需要的。最后，我们要走在顺服神的路上。好，大卫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呢？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求。对，大卫提出了人生一个3大的目标，是我们所期待的，就是怎么样喜爱活得精彩美好，爱慕我们的长寿，而且可以得享美福。这是我们
所期待的。然而他告诉我们，若我们想要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走在神的道上。走在神的道上，就是我们要禁止我们的口不出恶言，不要我们的口是要给神使用的，不是给恶者魔鬼利用的，那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对不对？那我们嘴唇也不要说诡诈的话，欺哄欺骗的话，不是基督徒该有的。哦，那我们要离恶行善，要追求和睦，这是走在神道上很实际的活现出来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了解。也许你还会怀疑说啊，在现在的社会都是功利主义嘛，谁什么人不为己怎么样？哦，对，这在告诉我们什么？你要好好的为自己筹算呐，没有人会在意你的啦。不，这不是基督徒的生活，这不是教会群组的生活的要点，都不是的。这是社会的观念，这是恶者的谎言。我们不要陷入在这种谎言当中。你会觉得啊，这个社会是这样，如果我按照真理来行，活出基督神要我的，走在顺服的道上，那我真的自爱难行呢？不，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便你有这样的想法，你也要把它清洗掉。用清水洗不掉，再用菜瓜布洗不掉，再加上清洁剂，好不好？最后只好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把这不对的观念要清洗掉。因为走在神的道上才是蒙福的，才是蒙福的。你了解吗？戴德生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是宣教师。他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顺服神，即使看起来有危险，也是最安全之途。如果我们肯顺服，是他，不是我。阿们。对，所以要不要顺服神？要不要让神负责任？还是你自己都要扛？不要哦，不要自己扛，太累了啦，太累了，太累了，你扛不动的。你今天扛得起，明天还有更多的重担压得你快喘不过气来的。不应该卸下，交托给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只要我们顺服，其余神负全责。我们来宣告，来，只要我们顺服，其余神负全责。是的，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所以牧师再问一次，你是一位幸福的基督徒吗？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吗？对，这是我们好好的再次来思考的。所以诗人告诉我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阿们。真的是太棒了，敬畏他就可以一无所缺，寻求他就可以让我们满足。那这一条道路就是幸福的道路，不是吗？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诗篇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如何才能够走上幸福之道，如何才配得成为是敬畏神的人。就是一，我们一起来读，来，一，天天开口赞美神；二，寻求神的心意；三，走在顺服神的道路上。阿们。是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你是寻求神的人吗？如果你是，什么好处都不缺。阿们。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更棒的领受，而且活出一个幸福的基督徒，是神所喜乐的。好，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来，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篇34篇第8，再一次来，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来宣读哦，来，我宣告，来，我宣告，我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我宣告，我就知道他是美善的，
我宣告，我投靠他，我就是幸福的人。阿们，阿们。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明白，我们是幸福的基督徒，是合神心意的。好，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我已看见你荣耀彰请我们起立，显，我们一起来唱。我曾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曾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说清醒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让我单单寻求你，我主，以单纯的心相信你是。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曾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曾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荣耀，哦，荣耀，尊贵全能，赞美我主。荣耀，荣耀，荣耀，哦，荣耀，尊贵全能，赞美我主。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曾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曾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带领你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你用诗歌，用你肢体的一切语言来敬拜赞美他，他一定悦纳他，并且他设立宝座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来得他喜悦，我们开口所求的也必蒙他的悦纳。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在成为幸福的基督徒或营造幸福的家庭上还有一点点的拦阻，还没有办法跨越，今天你应该可以把它交托出来给神，因为上帝在意你。阿们。他更在意你这一点的难处。也许在你来看
是极大无法跨越的，但是在神来看，他可以帮助你，让你用新的眼光、新的意象看见他为你所预备的，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一切。阿们，好不好？就在这个时刻，每个人不同，但是你要相信，神必悦纳你的所求。我们开口，我们呼喊主的名3声以后，把自己的难处交托出来。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你宝座设立在这里，你喜悦你的儿女开口向你赞美，更喜悦你的儿女在这里向你祷告。主啊，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最艰难的难处，没有办法跨越的，可能是成年好久的难处，今天我们都要交托出来，让我们深信主，你在这里听侧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主啊，你尽力把恩典不会要赐给我们，让我们凭信心跟你说，主啊，我们就是依靠你的人，我们就是跟随你的人，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斩断一切恶者的作为，不在我们当中。我们宣告，我们是全属耶稣基督的，在我们的家要建造一个合你心意的家，让你的爱充充足足满溢在我们的家里面。谢谢你，让我们的关系更美好。我们要有更多的时间来营造这一切。谢谢你，哈利路亚！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让我们更大的信心来相信我们的祷告，你已经听见并且应允了。让我们今天这个时刻坐下来的时候，那个石头可以卸下，那个重担可以轻省，那个意念可以转化，好让我们全然拥有耶稣基督，就拥有一切解决的能力。谢谢你，因为一切的权柄、能力、荣耀都是归给你的。愿你把恩典、福分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借着相信走在幸福的道上。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你跟隔壁说，你会越来越幸福的。来，你会越来越幸福的。阿们。大家请坐。奉献是回应神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我们应当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道路是人所见，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得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
颂，请坐。志工分，请牧师来主持。非常欢迎我们弟兄姐妹回到我们永光的工地教会。哎呀，我们的直播上的弟兄姐妹，不论你们在哪里，神都与你们同在。是，那这个时刻，我们来关心我们的教会的事工。好，我们一起来导读，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一起来，请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诗篇38篇22节，再一次来，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诗篇38篇22节，好吗？你用10秒钟把它背起来。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哈利路亚。好，你跟旁边的人来，你跟旁人来对说一下，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哈利路亚，阿们。神都随时等候我们呼求他哈。好，所以我们呼求神帮助我们，要不要客气？不用客气，好，不用客气，大方的说，爸爸，我要你帮助我，上帝啊！所以任何事情都不用害怕。好，来，请人。好，这是我们的儿童牧区亲子礼拜，亚伦传道，轮传到我家的家庭，儿童家庭的亲子的探访哈。我们就看到透过图片，我们有好几位老师到小朋友的家，跟他的爸爸妈妈接触，了解他在家里面 QT 的状况。然后我们的轮传呢，也把 QT 带到家庭当中，然后带着小孩，带着家长，亲自来做家庭祭坛的一个聚会哈。所以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我们的小孩都要带到我们的亲子礼拜当中，让神来养育他成长，这是最安全的哈。OK， 好。哇，我们看到这，哇，非常的美哈。上个礼拜嘉佑跟怡慧哈，他们终于订婚了啊。好，那很感谢弟兄姐妹，大概有100多个人参加哈。所以你看，永光教会连订婚都这么多人参加。一般呢，订婚大概都自己的家人哦，20个这样，自己的家人。但是我们永光教会的家人是这么的紧密哈，订婚就有100多个人参加哈，是，所以这就是我们永光属灵的大家庭的爱。那他们订婚之后呢，接下来呢，结婚了哈，是。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我们初信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可能不晓得说，我们结婚不是去登记就好了吗？不对哦，在基督的信仰里边，婚姻2个人的连结结合，就像我们跟耶稣一样哦。所以这个婚姻是最为重要的，神创造人类最为重要的是婚姻，怎么会只是去登记呢？是。登记只是2个人，但是呢，神你要在上帝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一起来做见证。你的婚姻是从神所祝福的，因此神要带领你的未来。我们的婚姻要不要让神带领未来？要。所以我们会先经历过订婚。订婚这一段期间是让女方、让男方他们彼此认识对方的家庭，慢慢的进入家庭，跟爸爸妈妈认识。然后一段时间预备之后，然后再进到结婚典礼。那个时候关系就不一样。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基督徒的家庭都有这样的一个步骤，这是蒙神喜悦的哈。好，所以呢，我们非常的恭喜。那在他们接下来订婚大喜的日子是在7月4号。谢谢你们，结婚大喜的日子在7月4号，礼拜6哈。那现在呢，我们要开始来登记，就是要参加他们喜宴的话，那我们要来登记。有人就问了牧师呢，我2方都很好，那怎么办呢？我们呢，他们双方的家长，我们的知和跟宗亲在这里吗？宗亲。然后知和，
志和哪里去了 ？OK， 招待哈，好这是嘉佑的父母亲啊。结婚典礼的喜宴都是算父母亲的一个关系。好，请坐。是，所以他们呢都非常的欢迎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来跟他们同喜乐。是，所以呢，那我们怎么分呢？怎么办呢？好，我们参加喜宴，那我们要登记在周报上面有 QR code。那我们尽量呢尽快来登记，因为他们要订桌，好，到底几桌要订好。是，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如果是女方就是仪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兆民牧区的，你就登记在女方这一边。好，那其他的你可能就登记在男方这一边。那如果呢，你呢是看那个仪会从小长大的，你说我想要在女方这边 ，OK， 可以的。那你呢？你可能跟宗亲兄很好，然后呢，跟嘉佑很好，你要归在嘉佑这边，男方也可以，知道哈？是如果你两个都很好的，不晓得该怎么办的，那你就可以归在男方这边，以男方结婚，我们都以男方为主；订婚就是以女方为主，这样明白吗？好，这是我们永光教会的默契哈。好，如果你真的有问题不知道的，你再来问牧师好了哈。好我们要开始扫 QR code， 然后来登记。牧师提醒一下，真的跟我们一般活动那个报名费那个我们这个是自己要包红包的哦。好，自己要包红包的。好，所以这个也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好，再来，下个礼拜只有一堂的礼拜10点。跟旁边说，下个礼拜10点，礼拜。好，那我们9点半清场，然后开始入场。那我们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占位哦，好，因为呢上一次呢占位，以至于呢很多的人他迟到了，结果位置是空的。我们不要占位，你只要迟到，位置就是要给人，若不然，很多人一进来都占位了，结果呢都坐到4楼去了。我们9点半入场，你一定要早入场，因为呢这边都会坐满。是如果这边坐满了，我们就会拉到4楼去，开放4楼。所以我们9点半，我们早一点来这边哈，然后大家来找到你的座位。牧师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带着你的家人，特别是姐妹的妈妈或者是媳妇，还没有信主的，下个礼拜你带她来，让她感受一下我们的教会对姐妹的尊荣。下个礼拜会有特别的节目为我们安排，还有红包哦。好 ，OK， 好，下个礼拜几点入场 ？OK， 好，来，接下来，好，那这是永和国中的考生祝福大会哈。好，我们也持续为每一个校园的事工活动来祷告。我们永光呢，到永和国中去为200位的国3的学生为他们祷告。所以呢，我们也出动很多的同工，所以呢，我们知道教会有做这样的事工，我们应该要常常为我们青少年来祷告。好，那接下来的礼拜6呢，是所有的节目的走位跟总彩排，那各单位照时间来。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开始推出我们的各个小组牧区的母亲节的花艺手作哦，哇，那下午呢是特别是铁三角童工的体验场，因为他们需要先自己试做，再教组员，所以下午是童工的预备哈，童工的体验场，所以童工准时来参加。另外6月哇，受洗的日子，就是我们要连接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恩典的水流，恩典的管道要进来，所以你还没有报名受洗的，你还没有受洗的，赶快来报名，可以接上这个6月的受洗的机会。那如果你的会籍呢没有录在永光教会，我们欢迎你把你的会籍转到永光教会，我们成为一家人，一起往神的道路迈进。好，再来就是我们现在的启发幸福小组呢，我们特别有6月6号呢是启发圣灵的周末营。那这一天的活动呢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活泼的。从几点开始？早餐开始，几点结束？下午茶结束。所以呢，邀请我们的Best 来参加。好，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礼拜的启发小组哦，我们大概来看一下我们的每一个小组的照片的留影。好，我们再来，这是好，我们来看到这一些的小组哈，每一个小组都充满了喜乐，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的餐点里面。好，接下来好不同的小组哈，好，接着好，我们总共有40几个小组都在跑幸福，神的大能跟爱恩惠与我们同在，阿们吗？特别给我们的小组长有充足的智慧，因为你的影响力你是卓越的，所以神必然带领你的小组是越加的结果实，阿们。好，这是我们的中央空调的奉献专款，现在来到371万。那我们也看到，如果我们看到隔壁我们的墙上现在都把冷气装上去了，可是呢管路呢还没有接上哈。我们最近又看到那个地下水道那边在整修啊，我们那时候要做我们的空调的，也不晓得他们要整修，所以呢，现在他又给我们卡住了，因为我们有吊车要进来，结果现在进得来吗？进不来。哇，这个真的是很多事情都是超乎我们所预料的，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平静安稳，神一定为我们预备哈。好，来再来接下。好，那一会呢跟嘉佑他们的结婚典礼哈，在7月4号，那我们开始来报名哈。好 ，OK， 好，再来是玉喜牧区他们的幸福花艺哦哈。那现在还有4位可以报名，那一个人是200块。我们看到那个花艺很美哈，很美。这次呢不是全教会一起办，因为我们如果全教会一起办，要连续办12场，大概要有700位。所以这一次呢，各牧区、各小组自己来办，分散哈。好，那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的，你可以来报名哦哈。好，然后来缴活动费。好，接着豆豆牧区他们也有参与在这个里面。那当然，这个花艺是由我们豆豆老师他亲自来教导哈，所以这是有品质保证的哈。好，再来，我们母亲节呢，我们的永光的协会呢，特别有一个公益市集在那个里办公室。那这个是透过市集跟里民呢有一个接触，让他们能够来到教会。所以呢，我们的小组可以参加，可以来接洽我们的会宴干事。好，另外呢是会宴牧区，他们要去野柳当女王，是，所以这是他们的出游牧区的活动哈。好，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价钱。所以会员牧区的弟兄姐妹呢来报名。接着，这是央亲牧区，那央亲牧区呢邀请央亲来参加。好，再来是国宾牧区。他们6月6号哈，所以呢也是这一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他们的讯息，来报名。丽娜牧区呢，他们在6月13要到麦克田农场，请问在哪里？哦，新竹的北埔，看起来就好像很好玩哈。好，那丽娜牧区呢也来邀请来参加。秀莲牧区呢是在6月27号哈，在宜兰的传艺，还有另外加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各个牧区的这个出游的活动都陆续的展开。那我们来关切，然后来报名。好，这是儿童的部分哈，儿童的部分，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可以来报名儿童。去年我们就在那个司马县，哇，那边超级美丽，在高山上，你搭游览车在山下，还要再换他们的小货车，然后呢，沿着那个山崖，哇，好可怕！但是到了那个山顶宫顶的时候，哇，那个整个平台看到夕阳，看到日出，非常的美哈。所以我们的家长可以来带着孩子来报名参加。好，你如果问说，牧师，我不是亲子礼拜的，可以报名吗？那牧师鼓励你报名你的牧区。OK， 好，再来。儿童呢，他们有很多活动，还有双语营。好，这个 VBS 非常的棒，是从美国来的一个儿童的一个一个活动哈，营会。好，接着，好，我们的撼动星球持续在报名，感谢主哈。他们可以报名到几号？6月。那现在已经报名来到90位了，已经有90人报名了啊，所以所剩名额不多哈。好，所以我们有的要赶快来报名，来鼓励。好，接着。
持续的为联防、蔡淑珍还有城里明珠这些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的健康来祷告。OK， 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来介绍我们的新朋友，特别呢，在上个礼拜呢，燕玲，我们的燕玲的母亲杨如素凤姐妹的告别礼拜。那过去我们弟兄姐妹一直都在为素凤姐妹，为她在生病当中为她祷告，一直到陪伴她，一直到告别礼拜完完全全的结束。所以我们永光教会做了很棒的见证。那这个今天呢，他的大儿子杨锦宏，是不是？锦宏兄在吗？小儿子杨锦雄，好，大儿子来，大哥，好，锦宏兄，这是燕玲的大哥，二哥呢，锦雄兄，哈，是，好，那还有燕玲，还有你的小孩，是不是？你们的家人都站起来好了。好，这是燕玲，还有锦雄跟锦宏他们的家人，跟我们道谢。我们期望他们不是今天来道谢而已哈，他们每一个礼拜都跟我们同享这个喜乐，阿们吗？掌声大一点！哈利路亚！我们也宣告他们的家人呢，锦宏兄跟锦雄兄，还有燕玲他们的家人，他们呢，在今年都要陆续的来受洗，阿们，哈利路亚！这是宣告啊，这个家要成为神的家，阿们。请坐，上帝祝福你们。好，接下来还有吗 ？OK， 好，那下个礼拜是几点礼拜？9点半入场哦，哈。好，那我们的锦宏兄跟锦德兄来，我们的新人跟我们的迎宾团队，我们有礼物要来送给我们。好，其余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来彼此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爱你，让那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爱你，让那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牧师在提醒哦，哈，我们在下个礼拜呢，不能占位哦，不能占位。再来第二个，如果呢你比较慢来，你硬要闯进来，那这边都坐满了，我们的接待人员会跟你说这边坐太多人了，所以请你坐4楼。那我们要不要顺服？好，不要说我就是要在这边哈，不要耍这个不太好哈，我们就顺服接待，所以你就要早一点到哦哈 ，OK 吗？好，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下个礼拜母亲节一定要见到你。好，我们依然站立，牧师来为我们祝福。天父的爱，耶稣基督你的怜悯，圣灵的运行，与永光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以及你们的组员、你们的家庭同在，让你们的信心因着跟随主，并且在生命道路上面总遇见神丰盛的恩典。这个恩典要跟随你们，这个福分、智慧、健康、喜乐要跟着你们，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好。
妹，大家平安。平安。上帝赐福我们，下个礼拜10点见，大家请坐。